行政院今日通过新规定，要甲囤房税对目前的县市规划改做是全国规划。若准超过3间厝，毋是家己大这税率的，本地这囤房税扣上悬是3.6%，未来会增加到上悬是4.8%。这项新制度按算明年7月施行，后年5月开始扣税。为了解决这间厝的人甲空厝的问题，行政院设立通过房屋税差别税率2.0方案。囤房税会为即卖的个别县市规划改做全国规划，互分散囤房的人密无所在。针对非住大徛家税率也为1.5%到3.6%调升到2至4.8%。未来全国各县市也拢改做需要订定差别税率，推动囤房税率有计36万户房屋税负增加税收大约26.15亿。针对房屋所有人之住家用房屋进行全国归户，对持有多户且未做有效使用者，可以较高税率，来鼓励房屋释出，减少空置，以符合公平正义。这个政策这个走向，这样还应该是不错啦。就是以我现在也是年轻人的角度来想，打不打房，也回归到原本的屋主的心态都要买贵，都要卖贵。那其实这样一直循环，让年轻族群是永远都买不到房。对新制民众乐观其成，也毋过为着避免上调无辜，财政部也推出较轻的税率，互直直徛家用房屋。若是全国单一住大排除大楼，税率为1.2%降到1%。非住大特定房屋税率，只要是出租高承保数字达到租金标准，也是建商村的厝，持有年限伫2年内等对象，税率为即马上悬3.6%，修正了后降为2.4%。由于建商也扮演房市的供给者的角色，那他的房屋的出售有合理的销售期间，所以我们规定2年以内的，我们让他用的税率2%到3.6%，但如果超过2年，就要适用最高税率4.8%。你的税没有中到，促使他改变说，那样我就不要空置，我拿出来出租，拿出来使用，已经失去了他立法的目的，所以我讲它是一个无效的囤房税。新制囤房税草案会伫9月底进行送立法院审议，预计明年7月实施，后年5月正式扣税。也毋过，敢会当落实居住证据解决空厝问题，也有待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